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Excel 防止入漏資料，有時 send 咗份表出去，被老細發現有欄位入漏咗，結果被老細鬧。只要加個設定就可以防止填漏資料。按住 Control 選擇需要填資料嘅欄位，再係常用條件式格式設定，醒目提示儲存格規則嘅其他規則，選擇空格，係格式揀選你想要嘅設定，再按確定。當你入咗資料，個欄位嘅顏色就會消失。一邊輸入一邊消失，就唔會入漏資料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.